来看国民党的消息，国民党重新变做国会上大党，也过听讲党内有人咧烦恼讲，若是讲未来伫立法院甲这个民众党合作一个久，民众党被当作是小拿，恐惊呢会被分掉2026年县市长大选拿赢的选票，真济县市会阁变成三卡赌的局面。毕竟这个民众党立委黄珊珊甲黄国昌有可能去参选这个台北市甲新北市长，这张启凯嘛有可能去参选嘉义市长，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认为讲，未来要有真个代志，这拢要有变化。即马讲这拢伤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表示讲，大选都结束尔，就好好啊做代志。又提出拿赢新年新希望，就是吸引更加侪少年人加入国民党。新年快乐！两年开讲的第一天，国民党先村坦白，前总统马英九、前主席吴伯雄，也有前副主席林鸿正、曾荫权等等拿赢重要人士嘛，拢有参加。党主席朱立伦更加讲出新年新希望，要争取更多年轻世代来加入国民党，来取代我们，让年轻世代成为主角，就是我们所有的长辈做年轻人的啦啦队。我们做他们的支撑。是讲拿赢虽然加做国会上大党，也毋过无过半，也是都爱争取和民众党合作。有人烦恼，那是当期伫国会拿袂合，恐惊民众党会互看作是小拿赢，造成未少县市伫2026县市长的选举，会搁再面对着三卡赌国民党互分票的问题。现在刚刚选完，就好好做事情，尤其我们在15个执政县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市政、县政做好。在国会，我们的国会最大党一定要提出很多富国利民的法案，让很多民生法案能够一一的通过。朱立伦更加真保守，毕竟民众党已经在为2年后县市长的大选做准备。黄珊珊和黄国昌有可能会互派出来选湘北的市长，张启凯可能会参战嘉义市。洪社讲林国成有可能会出来选屏东县长，新竹市副市长邱成远是爱看新竹市长高虹安昨年做理会官司的结果。若是一审有罪洪庭吉，伊就会代理新竹市长；若是一审有过关，伊就会当跳到其他6都的县市。台湾有22个县市所以像这种事情今年才是2024还早这一段期间。很多情势都会变化了，所以到时候再讲吧。新国会的也未开机，在野阵营都已经在为2026的选战提早布局。嗨，大家好，我是颖彤。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